无你看起来足扁的哦。什么啊？你莫安尼下头 KK 甲我讲话哦。歹势，我19岁听无你咧讲啥。还有啥哈？我最近伫网络面顶看即个诗语，看甲足爽的呢。哦，还有啥物会使讲？空八空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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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啥？讲想无啦，还有啥？还有啥物诗语是咱会使讲的哈？足强诶，足强的。哦，我听你这转是台语啊，所以嘛无迄啊。听众朋友，你感觉足奇怪，啥咱开场在咧讲这奇怪迄种安尼。无一届开场是正常松诶。壁壁松壁 SPPLKK。我去查因这个用法，感觉足趣味的呢。毕竟咱18、9岁是无用过啦。对啊，咱就是因为你找这个诗语的部分，才知影讲咱今仔的来宾。哦，有影有影，毋知伊等下该甲咱纠正无？足紧张的。好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拍嘅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甲一寡生活上会讲的台语词。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品人。欢迎。老师你好啊！大家好，老师你紧自我介绍一下，紧张的呢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进南，还有一个封号叫做总书界的德野雷锋，雷锋兄，无啦，其实伊迄个姓其实是德野雷，德野雷，名一封尔啦，所以你就是阿峰啊。对，我阿峰啊，对，澎湃的澎啦，对无？哦，听讲恁老爸嘛有一个封号心啊，阮老爸，你是讲迄个高凌风是无？哦，伊少年的时阵是有影有淡薄仔像，真的哦。是。啊，恁敢会叫伊模仿？啊，袂咧，阮老爸高声去食熬，迄唱歌袂听者。哎呀，你使叫伊嗷呜，甲咱顶一集共款。阮顶一集迄有迄网友里面用迄拼音写迄狗安怎吠啊，猫安怎叫啊，叫阮直接模仿呢。这今天是咧甲阮创意呢。对。想要请问讲，老师这个封号是安怎来的？这个封号是我读大学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开始大学生会摕迄个录影机，迄个时阵要毋是即阵数位的。要是用迄种录影带，毋过就开始咧拍片，开始咧录影。迄个交通大学因有一边有一出戏舞台剧的戏，因就搬迄个时阵李安的电影上青的《卧虎藏龙》，卧虎藏龙即出啦即出武侠片。因就甲即个《卧虎藏龙》咧搬去咧舞台顶，搬做笑亏剧。内底有一个人，伊就自称，伊讲伊是高台的德野雷锋。就是你本人。我就无，毋是我本人。毋过我迄阵看着，我就感觉足好笑的。所以尾啊咧，我就想讲，后摆有机会，我嘛要讲我家己就是德野雷锋。真的哦。是安怎是爱叫这个人，无别人通。因为迄个时阵，迄出戏就是安尼搬的。尾啊，迄个伫差不多2010年了后。对。我就定定做迄个乡民啦，伫 PTT 伫迄个八卦版伫遐咧写文章。有当时有人会问到甲台语啦、台语文化啦，是甲看册、读册、装书即方面有关系的问题时阵，我就会出来回答。对。我迄阵看八卦版的，足侪迄个有名的人、真清的人咧，因拢有家己的一个外号，像啥物骨科大大。对，玛雅人。对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是毋是嘛来自称一个啥物？所以我就讲我是总书界的德野雷锋，就是为遮安尼来的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你敢知影要安怎知影讲你是毋是一个乡民，有一个简单的试验方式？是。我毋知。安尼考老师好啊。老师，请问4楼的下骹是几楼？4楼的下骹是5楼。你有感觉倒位怪怪哦？4楼下骹。嘿。是3楼才对呢。对呢。因为甲你讲是5楼的迄个人就是乡民。了解。这是一个真简单的试验方式。我之前细厝的时阵拢住5楼，阮朋友拢会甲我嗲甲我讲，你是因为乡民吼啦，是安尼一定爱住5楼啊。我讲我嘛做毋甘愿的，我嘛想要住1楼。若无爱爬4站楼梯。可能冥冥之中，你就是爱住5楼啦。多谢你啊！我感觉无啥欢喜呢。这个总书界意思就是你兜有足侪册对无？是。安尼甲咱后一条这个问题有关系哦。对，后一条就是你的卖种也叫做活水来册房。老师敢是念华语也是台语？
哦，拢会使啊，拢会使其实因为我用册房两字，其实意思就是伊就是用台语，花台拢会当通。用台语念的嘛。因哦，为华语叫书房嘛，对我调工用册房，就是讲伊就是用台语念的。但但是我迄当阵看有人起来访问，讲侧房，拢讲甲我本来想讲，对这边，对，你安尼直接安尼讲，做家叫的对无？对啊，我想讲奇怪，这边甲你哄，迄边甲你哄，到底是要哄什么？这个名是啥人好的？哦，这我家己好你的。家己好的。因为我咧做兵的时阵吼，我伫金门做兵，徛哨的时阵足无聊的。有当时啊，若迄个较无人、较无脚哨的时阵，一工爱徛两遍哨，就是徛4点钟。哇，徛伫遐，迄路头嘛无啥物人会来啦。对所以讲徛伫遐，闲无代志，我就比如讲，若唱歌。拿唱歌，为徛哨会使唱歌因为边仔嘛拢无人啊。哦，嘿啊，我对所以我就若唱歌，我甚至倒来台湾了后，佮甲迄个歌词掠咧，印足细字的，印伫 A4 的纸。印2-3张安尼，随时会当炸咧，随时就甲即个徛哨的即个顶仔骹当做我的 KTV。迄个时阵有当时唱歌唱了神，会换看一寡唐诗诗词，我甲规个唐诗300首全部嘛拢了落来。你甲伊印做安尼细细张的，印甲足细字的，差不多。目睭真好呢，差不多迄阵目睭真正足好诶。所以迄个时阵差不多规本唐诗300首。会当印3-4张左右，就印了，无代志就摕出来读。3-4张印唐诗300首，安尼一张就差不多要100首呢。对，迄字是偌细啊？都足细啊，差不多你迄个 Word 迄档案差不多是几集？6集，可能差不多夭寿啊，5-6集左右的字。我看这10字的已经痛苦。迄个时阵目睭真正有够好。迄个时阵咧读诗咧，就想讲，甲诗吼，咱咧古诗有一种物件叫诗感、诗言，对，就是即句诗内底，是即首诗内底上重要的迄个字，是上重要的迄2-3字。对，我就想讲，迄个诗咧，我若拢出差不多3字的诗感，对，我若甲印伫我的 T 恤顶悬，对，安尼毋足歹。足穿的呢。对，比如讲，比如讲，迄个有一首诗，伊就讲，即楼内吼文章的动江关，文章动江关呐，轰动京城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动江关这3字。足穿的无毋对，那印伫 T 恤顶悬，佮请阮朋友用毛笔字写“动江关”3字，金光强强棍，豆菜炒米粉，对啊，佮有迄个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我这发音爱非常的清楚，对，众山小。对，看落去，你爬去上悬的迄粒山顶悬，看落去，边仔的山拢足细粒，对，安尼叫做众山小。我写伫我的山顶悬，众山小3字。咱这会使报啦，老师你讲诗啦，赞啦。对，众山小3字，你看霸气有无？对啊，足穿有够穿。结果有做无？无做。哈，毋过迄个时阵，就是一直读诗，爱伫咧整理这首诗就是这2字上好，这首诗就是这3字上好安尼。尾有一天我读到迄个朱熹。朱夫子伊的即个观书有感伊迄首诗是安尼：半亩风塘一鉴开，天公云影共白骸。文句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发水来。伊的意思就是即个咱咧读册的时阵，册该掀开，就若像一躯田共款。迄个田内底咧，有水。有迄个内底咱种做的物件，其实就是册页顶悬的字啦，遐知识啦。这个田水咧，谁怎遐尼清因为咧，咱咧读册的时阵，咱就一直咧吸收新的学问，所以就若像有活水一直咧流落来共款。伊毋是一窟死水。对，这就是读册的好处。对，活水袂生虫，你若有一直读册，你的头脑就会叮当，都袂生銎。对，我就想讲，这首诗就是发水来这3字上好。这首诗像这古诗，你拢会当吟一咯。有想要听无？好来啊！所以欢迎老师，拄仔你没想讲，哇，这会使吟诗，佫会使读书，到时阵佫会使唱歌。老师是一个歌唱节目，用甲伊讲是一个歌唱节目。好来，安尼我开始吟吼。好，
半亩风动一竿开，偏讲云影强百海。文句哪得情如戏，唯有愿条发水来。多谢，免礼。其实吟这个物件足困难的，因为伊迄个音啊，我之前有试过。读迄汉诗，但是因为迄足侪词，甲迄足侪字，你拢爱念迄个文读音。对，重点是伊的文读音，伫咧吟的迄个有迄个旋律的过程当中，佫会甲我印象当中的迄个字干掉安尼哦。对，无啥共款，所以我之前有试过了，我就放弃。加载，对啊，迄就是无人甲你牵教尔啦，迄其实会晓念就会晓吟啦。还较定呢。对，迄后摆咱遮来讲，我惊我不受教，我惊你的旗棍仔甲我拍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哦，这个朱熹的这首诗发水来，这就真适合做册房的册，这个名啦。对。所以咧，尾啊，我做兵做了，回来开始咧写迄个，迄个时阵。我就想讲，无我专门拢来写甲册有关系，我就用活水来这3字，佮加上书房的台语册房，安尼叫做活水来册房，这我家己好的。拄则讲到目睭真好这件代志，想要问老师敢有近视？我淡薄啊啦，毋过即阵吼是迄个老花较严重一撮啊。听这种朋友你有听到？人毋是讲啥物囡仔爱看册，还是讲偷偷迷咧创啥，会甲目睭看歹去有无？你看老师因兜有偌济册，无人会当甲伊比有无？但是伊无近视。对啊，天公啊囝啦，天公照顾啦。真的啦！你想要问讲，像你册遮尔济啊，你要安怎收？敢有一个撇步啊？是讲，就是你自开始收册的时阵，敢有想过讲有一天你的册变遮尔济？因为自阮老爸伊就足爱买册，伊少年的时阵，自读初中的时阵。就伫旧册店咧买册，对，一直到我出世的时阵，其实厝里都已经真侪册。红婴仔伫面床顶，伫遐冰来冰去，迄骹就会去踢着册的地步。对，册该做一个围栏呢。对，无毋对。所以咧，我自细汉厝里就真侪册啦。我还是好佳在讲，阮庄脚所在迄个土地较无值钱啦。所以咧，阮有一间厝，一个户龄。就是迄家厝外一个户龄有一间，阮就专门摕来做册库。但是你讲，但是户龄厝伊就是拢会较淡呢，因为伊早迄有无迄壁砖啊壁，是较无做诶防水啊。毋过阮遐算较大。对，恁遐是倒啦，甲伊讲出来，大声甲讲出来。阮家己人啦，有听到？又搁是家己。阮阿母嘛是家己人。你即摆搁要安怎咯？伊就是要甲你有关系，半路认亲情就对啦。看者是六家乡的哦，六家乡。对，阮家己人吼，若问倒位上有真情味，通人嘛知是家己。安尼知无？阮家己人就是遮热情。我知，遮有真情味。阮这部有一个，伊讲伊是阮的 big fan， 叫做郑顺聪，听讲伊嘛是家己。是，当然。big fan 你有听到无？阮咧甲你叫。所以你讲恁遐较大就对啊。对，阮遐敢若迄种透南风的时阵。也会习班呢。才会迄2-3工才会习班。普通时其实拢足大诶。壁拢卖哦。卖生果。你知影阮住北部的时阵啊，我之前住家人啊，阮咧透南风的时阵，你迄壁甲迄冰箱门有所有塑胶的面外口，伊拢会有滴水，伊会流汗，冰箱会流汗，电风会流汗，四界拢会流汗。因足紧张诶。连咧都市机，连咧都市机的迄个壁嘛会流汗。我当拄中华搬来的时阵，我真的是痛快。我感觉阮都会赢，我会生过，我人会生过。下港人拄啊起来拢安尼，拢感觉恁哪会倒来落去？真诶，我第一个来台北的时阵啊，就拄着迄连续35工落雨无停的迄种诶，连续。我当时想讲，我要来转啊，要来对啊，我咧讲啊。你想要问讲，因为你听起来册遐尼济啊，你自细汉到大汉，敢有
因为讲册伤济，转来去单调的经验？其实无啥会，因为你咧买的时阵，家己就爱先看讲哦，即本是你要爱的，你才通买啦。对，哦，都毋通讲买咧，啊尾啊才甲单调。啊，若真正要等，你嘛是用买的啦。哦，用买啊，对啊，所以你会当摕去旧册店买。哦，这就是一个册的循环啦。循环对啊，你去旧册店买册，还是讲去新册店买新册？啊，买了后，你感觉啊，厝内这已经无地囥啊。啊，你着甲伊清清咧，清规箱。啊，像我拢会再去离阮遐较近的是桃园市啦。哦，桃园市某几间旧册店，我就会走去遐。哦，啊，就卖互因。卖互因安尼。因咧估价的时阵，我就先刷踅旧册店。哦，啊，踅咧，啊，就搁经。对。啊，像即种估价是用一本，还是我会记之前是拢称重的呢？这吼都爱看店。有的店是有影一本一本送。有的店伊会用，比如讲册价的1/10来送。1/10。对，你即本册本底是300块，啊，伊就用30块甲你收。毋过嘛，有的是真正是称斤的。对啊，我看我称斤的呢。对，我本来摕互伊，啊，我搁特别甲伊强调讲，哦，这拢足新的哦，这拢最近即一档半档才出的呢。对。伊连问都毋免问，看都毋免看，伊就讲好，安尼你囥伫迄个磅仔顶挂。伊毋免知影内底有啥物册。是心疼呢。对啊，像迄就有影卖了，就真正足俗的。迄10外20公斤，可能卖50块尔。对啊。啊，毋过若是迄种照本算的，你10外20公斤，可能就400-500块。哦，对。但是500块嘛买无2本呢。袂啊，嘛是看影无啦。对啦，听讲故宫迄当阵甲你借册来去展览哦。你的册坐解，故宫甲你借册呢？其实即件代志我嘛是家己嘛惊着。真的故宫竟然来借册。你咧做听赢的讲，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真厉害的经验。甲你讲，结果尾后来，若故宫搁有别人，有诶，足侪人要展览，拢甲老师借册。因为迄个时阵，故宫伊有办即个展览叫做古人蒋中书。对，蒋中书，就是讲你会当囥伫手内底足细本的册一个特典啦，一个展览。啊，因故宫内底本地就有真侪迄种，日本人讲的做豆仔本、豆本迄种物件啦，就是足细本的册。毋过因嘛想要有一寡现代的、较现代一字啊的册，会当做一个对照，所以伊就找来找去，都毋知影伫网络安怎敲找，就找着我。就甲我联络讲，恁兜敢有迄个较细本的迄种册，会当合作做一个展览。你当初是看到敢有感觉是诈骗啊？我感觉我足荣幸的。对，听伊讲迄是。你雄雄看到一个足厉害的人，还是讲故宫雄雄讲，来我要甲你借册的时阵，这敢是诈骗，要来甲我骗册啊？讲真实的，这嘛无啥好骗的啦。对啦，嘛是。对啊，所以迄阵故宫听伊讲，因嘛是第一摆向外口的人借册。所以就甲因做伙做这个展览安尼。来册要送去的过程，敢有需要就是特别安怎包装哦？迄国家做代志，因用上悬的规格来收这个册。对。就是逐本册拢用迄个特殊的盒仔啦，迄叫做无酸纸、无酸纸，无酸纸，去甲伊包啦，竟然佫用甲迄已经用要会当讲是运钞车。的程度，放落车底了后，迄车门关起来，佫爱大封条。大封条哇！安尼甲伊送去故宫。哇！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册嘛真荣幸。敢有记你差不多总共借偌济？几啊10本啦。几啊10本。一台车专门来恁兜雄雄伫啊！你停伫恁兜门口口时阵，大家有拢厝边隔壁有走出来看无？无啦。要来载啥？无啦，就一台拖拉库，一台迄个。运钞车迄种感觉，运钞车安尼尔啦。安尼我会愈好现啊！迄若阮厝边有人雄雄门口出现一台运钞车，看无即种车，要收伊内底有金库呢。伊伫甲你看啊。袂啦，因为阮兜楼骹嘛有一间迄个便利柑仔店，所以迄本地就定定内底有 ATM， 可能运钞车，定定来的对。定定会来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头拄仔讲到旧册。想要问讲，就是听讲买旧册的人拢会去骗册，这敢是真的？迄册吼偌芳咧，你知无？
对我啊们，素鸟赶快臭是吗？对，但是咱素鸟啊，共款无毋对啊。但是册有诶册有一个就是伊讲诶臭扑味啊，袂啦，来，我今仔日炸即几张即个古要早人用片诶诶吼，咩事？来，你品看觅。我皮看觅，哦，你真品了，香，你品了，真香，你品了咧，这完全无共我款我伫呢。京都买的迄种防虫香啦，头糖的迄个香，哦，对啊，我想讲这是对这片起来是对香诶一味般的呢，车味啊，对啊。而且一般的茶其实嘛是有一种，你迄个普洱茶迄种茶，臭扑茶。臭扑茶味，本地嘛是臭扑，啊，毋过片着你嘛是惯死臭芳臭芳的对啊对啊，哦，嘿啦，所以买茶的时阵你拢会片者，啊，甲鲜者安尼，真的哦安尼叫生茶。生菜哦，对啊，片起来敢有啥物差别？譬如讲，这是臭扑沙当诶，这是臭扑果当什么年代的？有影，对迄个年代较久的，迄有一种芳，啊，哦年代较浅的，伊较无遐芳，芳味无是安尼遐重啊对。哦安尼哦，你像阮素鸟啊，有迄啊，就是土豆味的啊，还是讲白饭的味，因为伊的迄骹甲伊的迄阿妈骨后壁有一个味，啊是，安尼哦，对，有一个白饭的味。那讲一个巴肚淡薄枵，你是袂枵啊？你等下就录着巴肚咕咕叫的声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甲你讲，迄是迄放假。啊，佫要问讲，就是你去踅迄古册店啊，差不多拢是安怎诶形式安尼？我正前伫台北师大咧读研究所的时阵，都定定来台北踅古册店。嘿有时伫暗时要上课正前，啊，我就先来到台北市，对，嘿安那食饭。我食饭可能伫迄个 Subway，啊，就买一条迄个胖，对迄个夹肉的胖安尼，对啊，就哪行哪食哪踅安尼，是，啊，就一抓路，师大路，啊是迄个罗斯福路，嘿，一抓路安尼甲伊踅过，啊，就踅透透。哦啊，有当时啊，佫会买着一寡古册，啊，拄好转早去上课，安尼毋着上过爱赶一骹兄弟。就若像安尼，有安尼伊是安尼无毋对。所以我即马咧踅古册店的时阵，当然就是规间拢会看者啦。规间拢会看者，对有啥物撇步无？譬如讲，我若是头一摆去踅古册店，因为你这已经有目的的嘛。啊，你的兴趣是啥？我的兴趣吼，你爱看啥物款的册？我的兴趣看趣味的。懵踅啦，我就是一个懵踅。我看到古册店，我嘛入去踅，但是我拢毋知影讲，我想要买啥，是讲，譬如讲，我若是有啥物爱看，啊，但是我真正会去收迄诗，哦，新诗、对，现代新诗，诗啊，有一个查某人，我来甲伊考者七里香，你知影是啥？啊，啊，我知，像，你竟然知影即个查某人？我有听过，像，竟然啊，噔噔噔，李老师你莫甲伊提起，我敢若伫遐撕三呢。字，对，三字来3、2、1，是个搞但是我毋知台语名怎讲，木用，对，色嘿色木木用，用，嘿哦，厉害，对，我有听到老师的提示，哦，我安尼伫边仔哪抓咧，伫遐因为我本来想的是另外一个人2个字的，对，谁干哦，毋是，迄个查某人。对，我之前是去的时候，我拢会去看伊的诗，因为以早迄个诗的时阵，伊拢有迄插图，啊有诶是伊画的，啊有诶是别人画的，啊我感觉迄迄个插图甲配迄个物件看起来足水的，真有感觉我。细汉的时阵较罗曼蒂克啦，所以即马无罗曼蒂克，即无罗曼蒂克的心落去涂骹死去啊！但是你嘛是会是去找伊的册啊？对，会罔看，但是迄个物件若是买来囥咧，我就感觉爽，对，就是即种感觉。是啊，所以你去古册店的时阵，你嘛会当去找讲囥诗的是伫倒一柜，对，就去遐找，有当时啊嘛会找着迄种真老的绝版的，绝版的啊。对。我有当时啊嘛是伫网络找嘛会啦，你网络就会网络的分类嘛，若你是要新诗。即方面诗集的，你就爱伫迄个网络拍卖内底的诗词歌赋，诗词歌赋，迄个类别去遐找，逐工去遐转就对啊。但是因迄册啊，坐着因敢真正拢会就是一本一本准时甲伊铺起哩。你就会逐工看，你看甲这章看过啊，你就知影后壁毋免看。原来是安尼。对。
啊，但是恁兜的册遐尼济，你敢捌去过就是册店，结果你买着顶大的，哦，中福的册迄有够济，太济了，太济阮兜了。有3-4柜的册拢是放迄个中福的册。哦，是哦。安尼嘿啊是安怎？但是伊有啥物就是特别的所在，互你感觉讲啊，中福嘛是爱家己收的。因为第一吼，就是讲厝林本地有一本啦，啊，你对伫旧册店第一种是你卖结节，你有一本对，嘿，啊，所以咧，你买了倒来厝要放的时阵，发现讲诶，哎呀，啊已经有一原来本啦，原来迄本就放伫边啊，对两嘿本放做伙变相生啊，安尼对嘿啊，第一种是卖结节家己有，对，第二种是你知影家己有，毋过你要用的时阵找无，哦所以只好赶紧过去买一本。我知，我安尼定定有这个经验呢。所以老师你迄总书拢是会袂记你倒一本无放倒位，对对，找无，老师因兜册太济，但是老师足厉害。老师你之前，阮伫咧老早18岁尔，我听，我是网络面顶看哦到，是，18年前18岁，莫别讲啊，生气啊，我替通过啊，再见咯吼，各位台下证明来做我到这，无啦，老师当然做讲的呢。嗯，PTT 面顶啊，大家问讲，啊，你敢有啥物，伊会随去翕呢？啊，伊甲我问讲，你敢有啥物，伊会随去翕？啊，会卡到一个人讲，相公册买两个拢无你看，我咧讲，这个老师就有你看，而且啥物物件乌白单的找无，无，伊就一规一规，伊拢知影伫倒位呢，有够含的啦。是我有分类啦，我有分类所以恁咧看兜是一个图书馆就对啊，对，有迄书包，啊，个有迄电子叫迄爱电子心爱无够安尼，毋过倒一规吼，啊，即价放啥物，拢有规定安尼啦。哦是对啊啊，这是第二种嘛，哦你找无册，所以找无册有当时啊嘛是有啦，对三不五时嘛是会发生，啊，你着归去搁买一本。对，啊，第三种是你咧踅旧册店的时阵，看到即本好册，啊，竟然接俗，哦，这随买无买可惜对嘞啊，随买现买现趁啦，对哦，所以像迄个怪异迄节课，我都买3包。厉害的，对啊，你看讲，哎哟，啊，这根本就是足新呢，啊，对啊竟然搁即种介绍呢，俗敢若够使咧，吼，对啊都先厝起来才讲啊。迄我之前网咖店倒去的时阵啊啊，，对对对迄一对，罐对对对我嘛对对， 150，对啊，一本5块10块的咧卖啊，咧对啊，出清啊， 5块10块个算贵咧，因对对为你迄规套的30几啊本1块啊，对，无伊迄就是一罐来，一罐100、200无哦。毋对。我伊当阵吼，最想要收迄什物米笑乳啊，佮有一寡有诶无诶，你知道，歹势处理无通囥啊。对啊，我有两柜网架嘛，拢是为迄个关门的迄对个碎册店来的。我迄当阵少年时阵毋捌你啦，阮咧熟识朋友多几啊间，你知道？对啊对啊，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敢有啥物你印象上深的讲，哇！你看到即本册真是讲，我揣就久啊呢，揣你揣就久我要啊，讲迄日句的代数，你知道？有咩喏？册啥？毋知。哄，红，你会较定免听老师拢讲我白讲，老师歹势，阮平时就是安尼啦。即种命中的安排，迄种会敢有其中一本是互你印象上深的，有一遍那像是迄个八八风灾的时阵。八八风灾，哇，对，迄个时阵有台湾足侪间迄个旧册店吼，对都拢捐册出来义卖。义卖，对哦，迄个时阵伫迄个拍卖的即个网站顶悬，对我就看到一本日本时代李宪章写的台湾民间文学集。台湾民间文学哦，集，迄到呾已经差不多可能8-90档。 8-90档嘿，册啊哇，对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哦，即本台湾的民间文学，迄内底当然嘛是台语写的嘛，对哦，等于是一种台语文献啦。对哦，啊，阮兜都专门收这嘛，对，所以咧，哦，即本一定爱甲储起来。哦，所以咧，迄个时阵咧标的时阵，对，哇，啊尾也竟然遮侪人拢捌货，迄本安尼标甲5000箍，阮出甲5000啊， 5000哦，嘛是互人타过，嘛是互人摕去，安尼气甲对心肝。对心肝，啊，结果咧，对，迄个过一礼拜，嘿我甲阮老爸去家己的旧册店去踅。有一间旧册店咧，其实伊无啥好册，因为无啥好伊专门拢收迄个学生啊，毕业了后迄个课本教科书，哦，伊拢真趁拢趁济啦。对，因为伊伫学校边，所以咧，这钱趁钱较对紧就对啊迄个学啦，生囡仔若欠啥物教科书，对，拢去去揣都拢去遐找啦。哦所以伊敢若买卖这都会使啊，伊毋是免啊，毋免特别去找啥物。对对对，对啊收啥物册安较价值尼，
所以阮爸仔囝逐遍去到迄间吼，其实拢是照便所棒球者尔啦。结果咧，迄边伫柜台附近，竟然就看到迄本台湾民间文学集。哦，安尼一礼拜前，安尼阮老爸即世人毋捌看过，一礼拜前才第一摆看，而且出5000块，人要毋卖物件，对，买袂着的物件，竟然过一礼拜尔，讲伫遮看到。哦，阮老爸命中的就想讲，安排对对对，有影呢。阮老爸就想讲啊，即本这今仔日一定爱甲摕起来，对。嘿，啊，伊就摕起来。恁看到迄当阵有脑中有一个电火，安尼啪照落来，对啊，感觉对迄个册咧发光来咧，啊，恁老爸敢是就是咧，那总算拄着啊，到底是演啥？毋过即个时阵，你袂当展现出即种表情出来。对，头家若知影，你若知影，对，伊就会出关价。啊，对呢所以对的我甲你讲对啊，，阮老爸咧，吼，迄已经洗牛册店洗甲老牛精啊啦。洗个精的对对，伊就去摕2本凊凊彩彩2本啥物，都是俗俗啊的册安尼，嘿啊甲安尼会夹塔做伙，要内底夹做伙对，塔做伙。对，哦，莫干那讲我规间册店干那干那要独一本干那即本尔。哦，那安尼头家就知影即本无简单，对，你就摕3本。对，安尼哦，啊，其他2本等去厝里才单调，无要紧安尼。听讲有一个秘诀，就是讲迄喙角啊，袂使安尼笑，袂使撮无。会挂嘴暗头头对，家我嘴暗。头家这三有的人本哦，的目睭看会出来，要安怎头头安尼，哦，你笑要安尼。乌人目夹挂者，对，安尼袂输咧是要去抢银行共款。那较正经啊。诶，好，即3本册就摕互头家，对啊头家算看嘛偌济啦。嗯啊，头家就第一本摕起来，哦，冰冰咧，即本50啦。嘿第2本显显咧，啊，即本40啦。对第3本到迄本的时对阵，头家雄雄定去。对，阮老爸心肝头嘛切一个，丢啥切一个，紧丢紧丢，嘿嗯，骗袂过。嘿哦，即个头家讲，哦，即本古册哦，对即本较贵较哦， 100块，嘿，500。哦，500俗阿妈是咧，俗啦，迄5000咧，对啊，减一个零呢。对啊，我甲你讲，阮老爸啊，安怎老古精？伊随讲，啥物500，即本遐旧300啦，哇，水太对，水太有价，嘿，讲的啦，对啦，真的是所以咧，真吼，所以讲有成功。顶礼有啊，顶礼拜5000人标袂着的物对件，嘿，即今仔日300箍，哇，安尼恁即礼拜加4700块的裤带当买真哦。哦，对，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命中注定的一本册。哇，阮听了嘛，感觉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感觉呢。够有足济啦，册拄着你嘛是好运比论讲我是家己蒜头人嘛，对我甲嘿500共乡的嘛，对，哦所以你听我讲话的开口，哦，甲500有像无？咱是毋是唱一条500的歌？老师，咱先唱一条500的歌来做一个结我尾。的双脚徛伫遮，转来故乡。对迄个 MV 还有翕着阮兜咧，哇啊，就共穿的啊，哎，对。嘿啊，揣共穿的看卖，揣啊，看卖，对啊。好好，这毋通讲啊济，这毋通讲啊济。听众朋友，咱这集已经到遮哈，时间到啊，对，时间到。哇重点是咱找老师来，其实是有一个目的，也是，咱是要对流行，但是咱即摆第一集一句话都无讲着呢。咱当时是要留伫好即集酒啉红底啦，对对，咱无要紧，咱后礼拜就要讲好啊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到底咱请黄进南老师来，是要讲啥物真厉害的主题咧？无啦，其实伊讲的每一句拢足厉害的。对啊，真趣味，对对对，安尼咱后礼拜再上会吼。好，想要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。请借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好来，老师试一下声咧。喂七点半课，大伫遮甲恁大细声。会迄较早阮庙口对要颁布地序进前，伊咧试声就拢安尼讲。对对对对园林人就是因为你拄则讲着你是园林人嘛，对啊！我就想着讲，你倒咧闹讲，园林哪像无啥物较出名的人，对啊！我就随想着有一个歌星，
对当然即马讲出来可能较无人捌啦，毋过差不多40-50年前，哦，迄长青呢，长青吼，叫做哎，问阮老爸老母，黄三元，三元问恁阿老爸老母一定知，绝对知。园林人无可能毋知，就像亲像阮蒜头人无可能无人毋知500共款。这时阵是咪call out我爸妈妈好无？迄黄三元有一条歌，就叫做《园林人》。唱一个，老师来唱一个。园林是碰柑的出名地，园林是碰柑的出名地。对，无论是男女老幼，大家都知影。无论是男女老幼，大家拢知影。我就是出世在农村，碰柑出名的乡里，碰柑出名的乡里。有倒位？对，园林啊，园林啊，园林即阵敢还佫有咧出碰柑？无啊，啊无好，对啊迄时代变化嘛是真紧。啊，对，大家会当伫 YouTube 顶悬找即条歌啦，黄三元园林人安尼。哦，好记起来，到时阵播互听小朋友看。讲含的啦，这藏伫 NG 内底，你若是无人甲听到上后尾吼，伊毋知影呢。对啊咱，开讲佫会使加一个。而且即条歌吼，对我感觉上趣味的是，咱台语界定有人咧讨论讲，台语到底敢有咧讲吗？是吗？有吗？啊，这若是伫正式的比赛，这一定扣分的啦。有的人讲，毋过日本时代看迄个拼音的写法，都有啊。是啊。毋过吼，其实迄是用轻声，所以有嘛是是嘛。是嘛？啊，其实咧，伫迄个黄三元，伫黄三元的迄个，伊迄个嘛会用，就是头前迄个是吼，啊，过来咧两个横杠啦，吼，轻声，啊，过来咧后壁是 MAH。嘛是嘛，所以毋是咱即阵的有嘛是嘛，迄个第7条的嘛，伊是用嘛安尼啦。啊，黄三元伫迄条园林人内底都有讲即个音，嘿，伊内底都有一个查某囡仔唱，啊，伊回讲你是园林人，啊，黄三元就讲是嘛，安尼，是嘛，你叫做黄三元，对，嘿，像安尼，嘿，伊内底都有是嘛，吼，即种讲法。大家当参考看卖。趣味啦！想要到咱的 NG 坑里后壁嘛，遮尔有营养啦。小朋友，拜拜，拜拜。